雕像吗？不是，应该是街头艺人头前会动，没动。奇怪。我来问问看。阿迪，请问你今天是什么造型啊？想电一哈。请问你这是在看什么啊？呛电一哈。呛电一哈。嘿，呛电一哈，呛电一哈是什么意思呢？请等一下，呛电一哈，换你们练习一遍哦。呛电一哈，呛电一哈。懂吼！哦，原来呛电一哈是请等一下的意思。我被咬了。不是我。也不是我，是蚊子啦！我刚刚就是故意只露出这只手，等到蚊子来的时候我就，结果我还是被咬了，好痒啊！好痒，好痒，好痒！对了，为什么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好痒好痒啊？那是因为啊，夜里飞的蚊子，夜里飞的蚊子，东飞西飞到哪里去？东飞西飞到你家里，开始唱歌唱歌唱不停，唱歌唱歌唱不停。大家好，我是公蚊子，不要讨厌我，我是吃素的，我不吸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母蚊子。其实我人不坏啦，只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着想，我必须吃一点点的血。老婆，帮你找到目标啦！哇，是哪里吗？吃晚餐了。哦，原来公蚊子是不会吸人血的。对呀，被蚊子咬会痒，其实啊是我们的皮肤对蚊子的口水产生过敏的现象，就会有红、肿、痒的症状哦。原来如此。不是，呛电一哈，不要动，呛电一哈，蚊子就停在博士的鼻子上面，不要动哦。呛电一哈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刚刚咬我的就是他，不是，我来救你了。不要打他，让他吸一下血，打他就是打我。